医生真细腻救人一命。中国大陆一个65岁妇人人，互医生发觉讲，伊的发言文也就是喙皮咬痕两边无相共，正边的较浅。经过检查，才知讲原来是倒边脑中风。咱台湾的医生嘛讲到，面的神经麻痹、脑中风，也佫有即个较严重的人，发言文可能一边悬一边低，有的是无去。若是轻的是骹手无力，若严重的是性命危险，袂当无注意。 头担担吐喙齿，含面的了痕嘛爱检查甲真斟酌。中国有一个65岁欧巴桑，因为腰子结石去病院复诊，结果互医生发现，伊鼻仔两边的了痕无啥相对，正边的比较较浅，进一步做短暂扫描，结果发现欧巴桑倒病脑中风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了后才恢复。 影响到刚好管道颜面运动的那个区块，就是那个地方有缺血或是有受损。单一一个纹路不见，其实有时候就可能只是周边神经的问题。但是如果你同一侧这个力量都减少的话，那当然就要高度怀疑是中风。过来医生讲，鼻仔两边的了痕会无啥相对，也是无去，有可能是因为受到病毒感染，造成面的神经麻痹。这个时阵病人会喙歪、目睭斜，不过其他的数据拢真正常。另外嘛，可能是因为脑血筋、脑循环无正常，引起脑中风，造成大脑运动皮质区受到损害。这个时阵面的了痕嘛无相对，也是无去。另外，佫会有骹手无力的镜头，若是脑干中风，嘛共款是互鼻仔两边的了痕会改变的原因。这个时阵因为动眼神经受到损害，目睭的活动会出问题，病人会真歹吞物件，喘气、心跳嘛会受到影响，较严重的佫会有性命的危险。对称的法令纹突然有一边不见，或者抬头纹有一边突然变得比较少。轻微的中风可能被人家忽略，它可能是一个警讯。那原则上可能下一次中风可能会更严重。 若是发现面的了痕两边无相对，一边骹手无力，或者是讲话讲袂清楚，就要赶紧去病院，互医生看是毋是脑中风的急症，避免变甲愈来愈严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